是啥物？知影三位，紧三位，哎呦，足恐怖的！哎呦，三位，来，别讲，倒球拍，什么？佮讲较正常。较大声，倒球的迄拍，拍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。好，吼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倒球拍？伊知影是啥物，不然咱台语无安尼讲，歹势。哦，知影是啥物啊？即马就是，即马你机会来啊！吼，你来。我唔知要怎讲呢。想看卖，试看卖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捌听过无？一定甲一字有关系嘛？迄圆圆的叫啥？砰。对啊。乒乓，哎，这乒乓什么？乒乓拍，拍。哎嘛，真好听，乒乓拍。那是碰拍的爱我药啊，乒乓拍。佮有一种讲法啊。嘿啦嘿啦。嘿，佮有一种讲法。乒乓杯，乒乓杯，哎，差不多啊哦。是哦，乒乓杯哦。差不多啊，按问老师看老师好，同意。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乒乓杯？嘛无安尼讲，嘛无安尼讲，好，不要紧，一定上主要是迄点你拢无讲出来。嘿哦，球杯，头前咧，球杯，啊头前啦，啊，顶面对对，乒乓球杯，哦安尼会使啊。哦。